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我要为你访问到一位我之前呢我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曾经访问过2次的歌手，我弄给律师歌手啦吼，然后基本上这个圈子内底啊，迄个大概那等的话都在大小事的一话语的对啊，然后呢，但是人家还有得金曲奖，还入围金曲奖哦！我跟我告家，可能大家已经都可以想象得到了吼。那这在节目要一开始之前呢，一样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或者是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吼。我每一集的节目我都会留一则贴文，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回馈或者分享你的想法，你要私讯给我也可以。我要介绍这张专辑呢，我一开始听到专辑名称的时候啊，我在脸书上一直在期待的过程里面，我都有一个想象，就是这张专辑可能会很严肃吼。结果专辑一整张听下来，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它很严肃，而且我觉得那个味道啊，那个音乐的整个风格，对于一个6年级生来说听起来很有 feel。那好多歌我都会想到我在 pub 上班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吼。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欢迎这位最新专辑吼，让我们欢迎苏明渊大哥。俊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你真的太客气了，我觉得我们2个的关系应该比较像是同事关系吧，一起在做音乐的同事我们是对啦，同事关系啊，不对，对，一起在这个音乐上一起努力，一起把好的音乐做好做出来给大家听的，算是同志了哈。对，我记得我还有在粉丝页分享给大家过啦，吼，就是迄个我讲本来看到专辑的名想，哇，这不知都严肃的，结果还好啊，对啊，这是我只是被票面这个代志啦。因为上一张专辑尴尬，我就觉得，就是音乐的一个处理的这个声响还有听觉哈，我有点太沉闷了。我们先让大家认识一下专辑名称好了，来。好啊，乌康哦，迄就是乌康嘛哈。乌康不是乌康，乌康黑洞的意思啊。对，那个乌是一声，并不是3声，所以是心内乌康，就是心中的那个黑洞啦。对，所以一直看到心内乌康的时候，这会不会要讨论很严肃的议题？议题呢，难免不是很轻松的议题，还是有啦，其实还是有。对，但是就是说，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音乐不能再加成的让它沉重了。所以音乐听起来是希望是明亮的，然后是有律动的。我先分享一个感觉哈，就是你这内底有做者音乐 style 啊，我真正拢会感觉迄个6年级生的 key 味就重的呢，就是5、6年级生的 key 味真重。尤其有做者 style， 拢会想讲，较早我坐 pub 会较听歌，还是我伫电玩上班呢？然后比如说就想，你有像有歌吼，会让我想到那个Liz Brado 之类的，就会很多一些怀念的声响会在大脑里面产生。还好你告诉我，你上班的地方是 pub， 不是那一种什么5条通的酒家。不啦，你这完全无酒家味啦。好，那我就放心了。对，这完全没有这个味道了。是，做很久吗？做很久，我从大概开始进录音室开始算起哈，我刚刚还稍微翻了一下日志，去年12月就进录音室了，所以很长呢。对，大概拉了一直到最后 final 做完母带处理已经是11月的事嘛，今年11月。所以大概整1年了，而且是用很 full band 的方式来做这张专辑。对啊，这嘛是受到你的启发。我看我有关系。
有啊，你上一张我们一起入围那张专辑，我听起来你那个有一部分是比较像同步录音的卷嘛，对不对？这应该听得出来虽然不是全部啦。那我这张我就是也是跟你效法，所以这张有大部分我是走同步录音的。哇，那应该很爽。对，这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收到的，以前从制作人的助理的时候，一开始做音乐就是同步录音的。对，后来是因为有那些电脑的介入嘛，我们以前那些编曲老师会用 MC500啊，对，还有 MC50啊，编曲机到后来进化成Macintosh 的那个，也就是后来的那个应该算是 Logic 啦 Pro Tool 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科技啦，所以就是大家全部的乐手都要 Q 到录音室去嘛，然后把 click 定好，然后把总谱写好，然后就开录嘛。那我这次我希望有那种比较现场以及乐手之间的那种互动，是有一些临场感的那种强弱一起来，大家的呼吸会跟着进行的那种感觉啦。对。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把歌写好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那些编曲，并且写总谱啦。这样子哦。对，总谱其实也写得很细哦。好比除了和弦、节奏，那什么时候要进 half time， 什么时候要变奏，其实谱上面都尽可能标得清楚。你自己做这件代志哦？我看另外一个我的 partner， 就是张志宇啊，是我。在大学的时阵，做音乐的同伴。你有感觉安尼雄雄做久无做这块，做先回到20-30年前做录音助理的感觉？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最 original 的呈现方法嘛。就像你今天去听一个现场演出，那你所看到也是那个样子啊。对，就是不要放 program 啊。对，也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一开始是真的还得到蛮多乐趣的，就是。哇，那很辛苦啦，因为光是修谱、讨论谱，然后写完谱还要找大家排练嘛。对，那排练也花了至少要排练个2-3次，最后才拉到录音室去嘛。但是一进去不是马上开录啦，一进去还是先做工作带。对，先把它进到那个 DAW 里面，就是所谓的录音软体里面，把那些每一轨的那个样子。的那个速度也好了，或者是每一轨的，我们叫盖的嘛哈，那些比较粗略的那些样子先做出来，最后才正式的开始录音。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那个可能怕一般的民众不懂。对，有必要。就是你想象一下哈，一个空白骨汤啦哈，然后那个纯照古法，好。也爱想，不是一开始的就把所有的东西一次录完，不是？为了要求真实，所以那个杜华黑的苏大哥讲，他先写一个总谱，大家想一下，就是他准备好配料啦，准备好这个配料以后，都要请不同款去找人来做不同款的食材嘛。那怕真实性不够，所以呢，我爱先做一卡假的，好对嘛哈？安尼讲对嘛哈？对，我们先做几卡黑的给白骨汤但是叫孔然后呢，觉得这个气氛对了每一个人回去听听一听，知道说我这盐应该掺较少的我这个 NC 较晚掺的，然后我这个肉不要一开始就下去，咱可能先来控菜头像那之类。然后呢，大家都想过了一遍以后，引进给这来接呢，每一条歌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这个叫纯照以前的古法，多花点贼。对你这样形容的，听起来还蛮好吃的。但很贴切啊，对，就是安内嘛，对吧？确实啦，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那因为录音室里面的就是分分秒秒都是要算钱嘛，对。所以我们也不大可能有太多容错的可能啦，所以尽可能就是说把那个容错的空间降到最低啦，因为你只要一错，大家重来嘛，那能补则补啦，如果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重来这样子，是啊，但是你找的乐手，这听下来就不会太差了，应该不会没凶喊啦。
当然啦，你当然，你至少基本功爱有啦。比如讲，你可爱准啊，比如讲，你的 play 爱清澈，touch 爱好啊，你的 grooving 以及你那个乐器弹奏的表情，当然都技术面一定要顾到啦。对，这个听起来就是玩得很开心的 feel 啦。是啊，这歌是陆陆续续下得来，还是因为这张这个整理的？我是其实我是拢有延续我写歌的这个习惯啦。但是因为人拢是，比如讲咱有你嘛好，我嘛好啦，我们都有一些作品会陆续的跟大家这个分享嘛。对，所以当然在上一章结束以后我会针对上一章的一些回馈，那好了我们就保留，然后有一些比较可能需要我们改进，或者我自己也认为有一些执念不要再坚持，又有一些缺点，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改正过来的，会针对那些去写歌啦。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在上一章发完以后写的，没错，而且也有一些有关于当时的心境，又或者是时事也好啦，是，那都跟当时的这个时事或心境会有所那个牵连啦比如讲我内底有一条歌叫总统神西嘛，对，我都还要问这条呢。系啊，结果有人甲我讲，我是咧写228，我讲无啦，我无写遐久的历史啦。总统神西我唔是咧写228啦，迄个时阵就是乌俄战争，严格来讲应该是讲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就是一个侵略战争。迄阵拍甲如火如荼的时阵，我逐工咧看迄武装的直升机啊、战斗机伫咧电视内底，飞弹拍起来，我规台都无去啊。迄飞弹拢拍迄病院无就拍里面人的幼稚园。对。嘿啊，我就感觉战争实在是很残忍。为什么会有一个狂人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然后要去屠杀别国的国民？对，甚至还要牺牲自己的兵跟将。我是觉得像这样，我没有办法去知道说这种一心来对迄个权力欲望的乌坑到底是有偌深。所以我就写一条总统神诗，写的其实就是咧写普丁啦，迄个总统就是普丁啦。其实放眼到今嘛这个时阵，今嘛以色列嘛在战争嘛吼。是啊，其实事情一样啊，都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当然是反战啦，这个歌当然有反战的味道，但是我们也要谴责那些这没有理由就发动战争的人，去欺负人家，去霸凌人家的人，这样子。没错。对，这总统神西终于得到解答了吼，因为我怎么想奇怪，这个国度，你下来是都一个国度，然后哪一个社会背景，哪一个时空我那时候也在想象，我想我录节目的时候就要特别问，这个你也跟你先讲啊。你没有猜到吗？你该不会你也以为是228？我没有，我知道不是228，我知道不是228，只是我没有很肯定是不是乌克兰。这样子。对。那讲到这里啊，我想我们让大家听一下《总统神西》这首歌，好不好？我们然后各位听一下哈，就是你刚刚听到这个议题，你可能开始想说，这音感在严肃，不。这还蛮 fusion 的对，一个很 fusion 的编曲。然后各位除了你可以听一下那个中间的 solo 间奏的 solo， 然后还有这整个 backing 跟 vocal 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让 vocal 很像在讲故事，蛮有趣的感觉。那么我们先听这一首总统先生阿加哥和说明员聊天。好，听完了总统先生和总统神心，各位可能有人开始想象了，所以心内乌坑就是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拢加减有一坑迄个乌坑。是啊，太侪原因啦。譬如讲，我内底歌，我十叠歌内底写，譬如讲，因为去用背叛，因为愤怒，因为这个权力欲望，是甚至因为你亲人离世的那种伤心悲伤，多多少少拢有一寡情绪黑暗的这个要怎讲，咱的情绪黑洞啦。你有当时你就会愈整愈入去。
对，但是我的用途不是要爱你怎样愈整愈落去，我是希望讲啊，我是捌你的吼，我是懂你的心情。较先是互大家透透的啦，对对，透透的，在对这歌内底去找到讲啊，有一个懂你的人哈陪伴你。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把这个用音乐来抒发哈，把音乐当作是那一道光啦哈，就大家希望能够不要再陷进去，能够早日脱离啊那啦。我好奇一件事哈。我很爱问创作者这个问题，近景开先不给你问啦，就是你写歌的过程啊是怎么一回事？我讲更清楚，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是直接在那边慢慢哼旋律，或者先写歌词，或一定要拿起乐器，你搞你也没讲。我其实顺序都没讲一定词先或者是曲先哈，但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是，我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先啦，就是主题先。一定要有主题，因为你没有主题，你就不能往左往右往上往下嘛。是，或者要我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发展，所以我都会先想一个主题啦。好比说内底迄个有一条歌叫发条嘛。我想到的主题一下，我想到的主题是，咱对细汉到大汉拢有一寡被压抑的那种被制约的那种压力啦。对。其实绝大多数的人都有，尤其是共同的经验就是联考啦，对，就是学校的课业以及那个完成课业以后要面临大考的那种压力啦。那甚至你考完试以后，你见到了职场，还是需要那些主管的考核，然后那些职场的霸凌。所以我那个想法是说，我们的人好像被上了一个发条啦，他没有办法自由发展哦。你就甲转到按，你咱转到按，咱得行，得使行，哦，慢慢行到都无力的时阵，哦，佮甲转到按，佮转一遍。所以我那时候享乐是一个被制约的那种压抑的黑洞，那我就用说啊，就好像被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所以是从了这个概念就发想出来。这个歌很像中年人心声呢。真的啊，中年大叔的呢喃，对，你不觉得吗？中年人就是我一听就说啊，这不是的，就是当我含你的这个咱的这个时刻，我们正面对的这个时刻嘛。顶管有爸爸妈妈会晓，查某囝有囝嘛吼，然后太太个会加减念嘛吼，朋友会互相底下爱嘛，就觉得这不就是中年人的歌？其实我那时候刚好很巧，创作完我刚好我那个二女儿带一些头鞋回来嘛，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发觉其实他们蛮有感的，那些孩子其实也是有同感，就是说这些社会以及学校的压力啦，其实说真的，他们也是蛮紧绷的啦，对，一定要得到抒发啦，但是没办法，真的是长久以来那个社会已经严格出来的这套模式嘛。通常你比如讲你想到主题啊，那接下来你会先从文字开始，还是不一定？我主题想好，其实文字已经就有个模型了，有一个模样在那里了啦。那所以主题讲的应该就跟文字有关嘛。好比说，我就想到了被压抑的制约啊，我就想到发条。对，所以文字当然就先啊，然后再想要怎么把这个发条用唱的用 melody 把它唱出来。那有可能是主歌先进来，也有可能是副歌先进来，就是不一定。然后一定要拿吉他起来弹唱吗？还是也不一定？没有，不一定的。其实我是天马行空你是天马行空。对，吉他只是有的时候为了确定它的节奏，它的 grooving，好比说我大概要用，比如说我要 shuffle， 或者是我要用一般的 slow rock， 又或者是 R&B 的那种速度就会把吉他拿出来试。那其实我旋律的话，我有时候会自己，我以前都会，我也会一本笔记本跟他笑想到 melody 的时候，我就会我就会在笔记本上面把谱踩下来对，现在的年轻朋友写歌比较没像我们这样对不对？我后来也改了，因为现在有那个手机都有那种录音软体，我就按一下录音键，然后我就把 melody 哼出来，那就更快了。对。可是千万不要放弃你用手写这个好习惯，真的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它会让你的记忆超级深刻跟超级精准。好像也有道理。真的，我没有骗你。用录的是真的方便多了，因为无时无刻你都可以录。你在那边上厕所、蹲马桶的时候也是可以录，坐车的时候，甚至我有时候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是录，也就直接就录了，想到就录啊，我想到就录啊。你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在其实我跟你讲我怎么写的哈。你会记咱较早咱用迄小有一种录音机，有用录音带，做细台录音机有时。四轨机啊，有无吼？我到今麦都习惯用迄种做细台的，不是四轨机，就是直接那种很简陋的录音机。你怎么可能还有？我跟你讲，我一直用到你那个如果坏了怎么办？我就是它已经即将坏了，所以我半年前开始跟你一样用手机写。对，那个用那个录音机对我来讲有一种仪式感。对，是一种仪式感，然后你就很习惯那样子的 feel。是。迄个亲像咱办伫厝的拜公嘛，爱先敬茶有无？真正啦！你这样把雪哥讲得太严肃了啦，俊杰。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录音机即将往生哦。然后我网络上查，录音机也许买得到，但录音带不一定买得到，你知道吗？那就觉得太难买了，我要与时俱进，所以呢，我现在也开始用 iPhone 手机，而且我发现好，我已经练习到可以跟我在用那个录音机这样，因为唱到中间某一句，我们以前用录音机要把它盖过去，就直接按下去就好了嘛。现在手机我也可以这样，好开心啊！可以啦，都办得到啦。而且你这一首发条这首歌，我要跟大家讲，它有一件很恶劣的事哦，你们只要注意点，那个你自己的副歌啊。你就故意一定要在某些重要的时刻不断的让发条动起来，你就会觉得你背后被扭一下，跟他利用转的发条，你知道？对啊，这是我的企图。没错，你是音乐人，所以你很知道我的企图啦。我是边泡茶边听歌，我没多想哦，但到发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怎样？这个是我在混音的时候啦，混到一半，我就跟录音师说。前面那个再帮我抓2颗过来。然后我们在试了很多地方啦，觉得有时候太突兀，或者是被人家呛了一下，好像也不大好。就是后来我们就找比较合适的地方，好像有再丢个2-3颗进去，效果还不错啊。就很坏啊，就是你就会觉得你自己一直被扭一下，刚才瓦力今天红钻掉一下。这首歌你听到那个发条声，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什么？看你怎么做的？我自己录的哦。我猜不出来那是什么，你猜不出来啊？我看一下，我看我这边有没有？我以为是会不会是那种钢琴上面那种旧型的节拍器？俊杰，你太厉害，你答对了，是真的是哦。我是说我瞎猜的，我以为可能就是这个，然后有一个转动的声音啊。现在我没有，我把它转紧了，我没办法。对，就是这个啦。真的是那个哦，是那个啊！我用一把87，敏感度比较高的嘛，然后我就转，然后就把它收音录下来。你知道我怎么认出它的吗？我是听到那个叮，那个叮，倒不是节拍器的叮，节拍器只有那个转动在嘎的声叫洗，那个叮是我那个一个铜制的单车的铃铛。真的哦，真的，脚踏车顶管的对吧？对。然后我就开始回头听，那个嘎嘎嘎，盖想我看他在转一种，对，你的听觉太好了，就是那个，所以真的是被我瞎猜中了。对，就是那个机械式的节拍器啦。我们讲到这里啊，我想我就要让大家听一下，然后你已经被我解释过了，你等一下听那个发条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买干嘛？你可以用转起来。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在跟你聊哈。那个大概转起来，对，转起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好，听歌的同时，你不知道我干嘛去用转掉吼？那我不是我的错误，这是作者自己伊的意图吼，这不是我给你引导所造成的，所以你卖拢怪我家来吼。好玩嘛？好玩吼。做完的时候，你都没有自己有一种被转掉的感觉吗？我后来反复聆听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的启发是，我是看的那个Queen 的那个主唱嘛，那个传记电影嘛，那个传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OK。后来我就看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做那一张专辑的时候，然后他有把那一段过程演出来嘛，那他们就找了很多那种
奇奇怪怪的声响啊，洗衫裤还是啥洗衣板啊，洗衣板嘿，在那边刮啦，哎，或者是拿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拿了一个大的一个盘子，然后放了很多绿豆在那边摇啊，我就觉得说，这就是这样，这种声响其实我觉得就是最自然的声响啊，嘿啊，身边随手可得的东西啦。你说到这个啊，我就是那个得奖那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五块》啊，吼，然后你一定要提起我的伤心事吗？我跟你讲，你得奖啊，我没得奖就对了。不是，让那个康康传团来话讲，全世界会当把萧煌奇打败的，应该就是你。我说你妈那个我嗨。没错，你值得恭喜啊！没有，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了，我在说，那有一首歌叫《五块》嘛，吼，然后那个家居就是很想要，真的，我们就来录个5块的声音。然后就把那个麦克风拉去厕所里面啊，叫一个底下一直等5块吼，等差不多规半点钟诶，因为就是我讲基本上写的跋杯嘛，因为他就是一直要那个5块，有时候正好一个立起来会叮叮叮叮叮叮叮这样的声音吼，就丢很多次，然后丢不同的角度，这就对，就录音很好玩呐、哇，这个也蛮好玩的，蛮有趣的。大家都有想要制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没错，蛮好的。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因为像那个刚我们听这一首歌啊，其实它是一个节奏很强烈的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是慢的，但它节奏其实要很鲜明啊。你自己在写完歌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于节奏有想象嘛，吼啊，你也会帮自己录下一个简单的 demo 嘛，你用吉他的时候，你怎么去创造出你要的 feel 哈？节奏先想好，因为这首歌是6/4嘛，对，我就先把节奏想好，然后既然是6/4，那当然就是分解成每一颗都要搭三颗的东西嘛，对，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台语歌很少这样子，对，居姐你应该有发现，不常有这种节奏啦，对，其实它是老外的西洋的东西啊，我觉得说。其实想要弄出一些比较不同的节奏啊，当然这些节奏也不是说我自己发明的，不可能，那就是说我们台语歌比较少的东西，没错，我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些改变，做一些新的尝试。我可不可以贪心一下？因为我在你吉他底下练辛苦兵，你可以用吉他弹一小段给我们听吗？好啊，好吼，好，但是我怕。我怕没有节奏乐器听起来会不会怪怪？没关系，我们只是要听quick call。对，好啊，我想让大家知道，创作人其实心里的 feel 很有趣。有时阵，好，有时阵我想要倒。找一个无人的所在，点一支烟，慢慢啊扑，头壳放空，几步，闪伫我的脚只拼，倒一支发条，加安。控制调调，叫我向前，叫我活大。你嘎嘎，我嘎想要反抗，莫嘎。我已经支撑不了。哇，对啊，大概是这样。我为什么会想到讲用吉他弹看的呢？因为我迄阵有一个想象，因为我知道你都用吉他嘛，然后我就是听完整张专辑的时候，就心里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想象。就是如果这当中有某一首歌啊，它放进来，然后变成一个 demo 版，我们一定会觉得很有趣。而且就是，也许是你
在用吉他做创作的时候，所以对我跟我发条这条歌的时候，我在突然间想到说，如果用吉他，你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完全不一样吧？就会变得，然后比较悲伤一点点。对对对，真的比较悲伤一点点。我其实有一首歌我很好奇，然后我两个没讨论，然后就是我听着有一首歌我有刻意听了2遍，因为我就说我是边喝茶的时候边听嘛，我第一次，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有点傻，有一点点不确定，所以我听了2遍。就是这一首歌呢是专为第三者写的歌。对啊，嘿，是啊，我感觉很妙，很有意思。你来想有记得出头哈？第三者，我们现在不是都被要求说那个中文的歌名要附上英文吗？对。我第三者英文我就直接拍 mystery 啊，mystery 就是情妇啦。你直接安尼写的对啊？就是情妇啊，这条歌就是在讲情妇啊。我唔对，在替第三者讲话啊。我感觉有这个勇气的人无多啦，大家都徛伫大老婆迄边。我唔对，我迄阵我感觉这叫小有好。尤其是律师啦吼，律师你也替小三讲话你要接到迄大老婆的案件。我唔对。所以我迄阵我感觉创作者你无应该受到限制啊。我现在写这个歌吼，其实这处理诉讼的时阵，也是一寡案件的时阵，甚至讲我甚物听到的这故事嘛好啦。我感觉第三者虽然拢互人骂嘛吼，是安那，因为法律就是咧规定嘛，因为婚姻要受到保障嘛。你破坏人的家庭，你就是唔对的。但是后壁有真侪大家看袂到的面上的这个藏伫后壁的故事啦。譬如讲，这个查囡仔咧，伊是安怎甲这个人斗阵，因为这个人甲骗啊，骗讲伊已经离婚啊，骗讲伊啥物伊单身啊。是讲伊有结婚无毋对，但是伊直甲骗讲我会甲阮太太讲好，我2档后要甲伊离婚啊，咱2个就会使继续斗阵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有时候他真的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又或者是他因为这个男生的一些技巧也好，或者是谎言也好，然后误触了这个所谓陷入了变成破坏人家破坏人家家庭第三者的这个角色啦。那其实我处理的案子很多，第三者其实很多我这样讲对不对？其实我也看到说第三者其实是弱势呢，很多啊，其实对啊，真多啊。而且他就是爱到较惨死尔。是啊，我不甲拄到迄伫咧特种行业上班的啊，伊真的爱着人客啊，爱着人客，尾仔生一个囡仔要安怎？结果大老婆知影啊，2个人合手对付伊啊，甲因男朋友2个人合手对付伊啊，囡仔生出来要安怎？伊无能力请这个囡仔，因为伊只要大巴肚，伊无可能去上班嘛，无能力去趁钱啊。无法度啊，只好安怎？只好要求这个爸爸来认领囡仔，因为他要给孩子一个未来。对啊，有了认领，让他确定有这个血缘关系，才可以跟对方要求抚养费嘛。对所以其实像这种例子，你讲。你要甲伊讲甲足歹听，讲伊是趁食查某，我感觉随在你啦吼。但是有真侪人去伫咧风尘内面上班呢，还是讲去八大行业上班的女性嘛吼。咱讲是女性，还是女陪侍，不管啦吼。当然袂使用歧视来共看，嘛是。要怎讲？伊嘛是人啦，伊嘛有伊个尊严的啦。所以我感觉其实伤到的人吼。其实唔单是大某，唔单是这大老婆啦，伫咧婚姻内底去互伤到的人，嘛有可能是这个第三者啦。没错，是啊，没错。我的歌词都险的哦，我写讲，别人都骂我是女妖精，怪人离开伊的某囝，爱你一个，为虾米做生这款命，怨叹嘛无卡纸。我阁有写讲，朋友拢劝我含你离开，爱你一个，你分我偌济，偷摕的时间10000年也着过，目屎伫你离开的背影也飞。这讲的就是伊的心情嘛，伊含这个查甫斗阵的时阵，其实伊的时间是共偷摕来的嘛。伊的家庭，迄才是伊应该爱陪伴因太太的时间，伊家偷摕过来嘛。系啊。可是这个但女性朋友们听我们讲这个后，你可能会不舒服啦。但是
要讲一下，就是在爱的这个事情的前面呢，某种程度从爱的角度出发，它也没什么对和错的问题。是啊，鞠姐说的很好，它根本没有对和错的问题，它是很中性的东西啦。对，只能说，因为这里面有先来后到或者等等，这就属于这就离开爱的范畴，你知道吗？对啦，法律以及道德的约束、世俗的眼光，我觉得这当然我们受教育，当然都要认为对跟错其实是有些界限没有错啦，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绝对啦。没错。那讲到这里，我就会好奇问你因为在很多在好几年前的时候，你发 EP 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录节目啊，我们聊到好多法律的事情，我都还可以感觉到你对很多事情啊，非常的愤愤不平，会很有感觉。你现在还会很容易被影响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呀？我觉得这很难改变吧？因为这是你的个性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从事这个工作嘛。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爱打抱不平也好啦，或者是感觉是会比较见义勇为的那种正义感，假设真的丧失掉了，我觉得来做这个工作就真的是太可悲了啦因为你丧失掉你那些应该要具备的那些价值那你来做这个工作，那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赚钱吗？或者是？所以你会有一个毛吗？你会就是比如说，也许加害者的案子你是不愿意接的？没有，这倒不一定倒不一定啊。因为加害者不是你认为他是加害者，他就是加害者。搞不好他是无辜的，也搞不好，其实有非常多的事由可以来帮助他获得一些平反也好，或者是让他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公平的机会也好，这都是值得帮助我应该修正一下我的语言啦，不是加害者啦，就是讲真正就是心性里面比较恶的人呐。其实这也不容我们来判断呢。你这个说得好。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应该信奉法律人，每个法律人都必须信奉的价值，叫做这个无罪推定嘛在三审定谳之前，你都要推定这个人其实他是无罪的如何认定他有罪，就是要经过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审判程序，用尽所有的救济审判程序，确定他有罪，那才算数嘛。但是我们在处理接案或者是处理案子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审判者啦。对你的角色是一个，因为他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人权嘛。那因为他也不懂法律，他面对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司法机器，他非常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助他嘛。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角色并不是审判者，你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你受过训练，然后熟悉这些诉讼程序的人，然后来帮助这些比较没有能力面对程序、面对诉讼的人，然后来面对他的诉讼嘛。我觉得不应该设限太多啦。我觉得你提供我们大家一个思考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偶尔自己可能会想到，但很少入心啦。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上的大多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啊。当然不是非黑即白，所以因为这个角度，所以你也当写出第三季的歌。其实我昨天去那个邓惠文那个精神科医师的节目，他也对这首歌特别有兴趣。对，因为他觉得他也很想帮第三者说话，因为他在諮商的时候，他也遇到很多小三嘛。他也看到了很多一些值得同情的小三呐，其实非常多。对但他觉得我还蛮有勇气的，敢跳出来帮这些人讲话。我先让大家听这首歌好不好？好啊，来，歌名你给我讲一下。第三者。好，我们听歌再跟说明员聊天。好，我们听完了第三者的这首歌第三者这首歌，我感觉在听歌的人一定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些 feel， 虽然不一定一样，但是心里一定会有一些思考安尼这阮无甲你介入，你就按怎想的你的代志啊？作者也袂甲你介入，主持人嘛袂甲你介入我问你你在写歌做创作的过程啊，我无聊啦我胡思乱想的，这也是我在听歌的时候胡思乱想出来的，就是
会不会有一些你白天的工作上的你突然间还没有想法的事情，反而在你在创作的过程会突然有一些灵感？我比较少的，比较少呀。对，我知道，一定比较多是你工作上给你的灵感，让你来写歌，这我知道。对，因为我现在的创作对我来讲是比较像是一个抒发的方式啊。那抒发的方式就是单纯就是白天工作的事情，借由这些歌，不管是把它记录下来也好，又或者是单纯来把它当做是一个那个让自己开心一点的一个宣泄的方式也好，我觉得它通常只是一个没有，应该是一个 solution，一个解决的方式啦，但是它没有办法帮我去去处理到那些。他不会反馈回来，让你有一些突然灵感，就对。太困难了，因为诉讼上的事情，我们讲的其实都是比较科学啦，比较理性的啦。但是创作就真的是无眼佛界啦。这两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啦。好比说我今天白天做了案子，就是一个好比是一个强盗犯那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有证人的这个指认的口卡的记录。有拍到这个影像这两个证据了。第三个有证人来讲，有看到他第四个那个东西上面有他的指纹。他们在胁迫人的时候，把人家蒙脸的时候，在那边嚼槟榔。后来那个槟榔渣也验到了那些在场的人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有很多都是比较理性、比较科学的东西，要去把它一一的抽丝剥茧啦。但是回到创作领域，会不会写一写，突然说，刚刚想不通了，突然想通了？我觉得不容易啦。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东西啦。了解，是。我在之前的专辑伊的哥哥开始出台语歌的时候，我有问过讲你这歌恁爸爸妈妈听了安怎然后这一次，因为我都会在注意你的脸书嘛今晚我被问另外一个题就是其实我也会，因为也会有人问我相同的问题你写台语歌恁查某囝因听了感觉气氛如何？第一张专辑的时阵，我足生气的。我看有当时有一遍咧食饭，甲因迄手机的软体来看，有甲我存语什么我的最爱无？拢无拢一寡西洋歌。我就气我你若支持爸爸的音乐结果因讲我都无咧听台语歌你来强迫我听台语歌。我感觉迄个时阵，我感觉因是要怎讲？说真的，他们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想语言来讲，他没有这种习惯，也没有这个环境所以他其实很难就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语言，然后去喜欢上这个语言的音乐。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困难。但是我到现在已经做了第3张了，我觉得第3张有越来越好啦。我有一天就跟我女儿说，你嘛较巴结的，逐礼拜互你钱的人是我呢，你在听郑怡农的台语歌比我较济。那他真的很过分，因为他至少还听台语歌，而且他还故意都是洗澡的时候放。我就走过去问，你嘛较巴结的。那我女儿是不听台语歌啦，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做了这一阵子，然后像我那个小女儿嘛，她拍谁？她第2、3章的时候，我有拉她来唱某些歌的和声啦。所以也这样子接触，然后后来我觉得，好像她也慢慢的在听台语歌啦。是啊，要不要讲一下这个专辑里面唯一有一首跟你对唱的这个？屁有贝牙。你也想到屁呀这也是讲我甲问过是安尼伊就是2年前吧，还是1年前1年外进前我接到伊的电话伊就讲伊看伊的当好是伊的先生有一寡冲突有一寡理念拢袂合啦，定定冤家啦。问我要安怎？我讲你打结婚尔这代志敢无爱互对方更较侪时间吗？莫安尼动不动你就想着要扯要分开啦。我是迄个时阵安尼甲伊口坑。无想到过2个月，
伊卡来，伊甲我讲，伊收到伊先生先下手为强，之前先生甲告的诉状啊。啊，我踹一个，我讲哈，当初是我口渴你吞吞落来，无想到你先生比你较紧哦。嘿，啊，他就很错愕。他有结婚很久吗？那时候没有，他好像不1年还是不到1年吧。哦，这好残忍哦。也不能说残忍，我不想去评论他的心态啦。但当然是他们的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嘛。结果，但是他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啊，为什么没有完全就是不动声色，也不跟我好好谈一谈哈？就碰了一个诉状就收到诉状，就收到一个离婚的起诉状，就要上法院。啊，他那个心态是第一个，他很委屈。因为他认为在婚姻的相处的过程，他没有过失，没有错嘛。是，那为什么他先生可以做这个事？第二个是他真的觉得很错愕，为什么要突袭他？然后没有给他任何的修补或者是解释的机会。那就算解释修补以后真的没办法，也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就双方协议离婚嘛。对啊，对。那为何要一开始就走这个诉讼离婚的这条路？这就是不会帮你耍的概念啊。就是受伤还是做痛苦的，可以做在面顶啦。对。这个查甫跟伊的书，就当然也给 Pia 跟给我很大的压力啦。那很多细节其实我当然就不能公开讲，当然。但是我现在只能讲，就是我的当事人也是 Pia 他的心情啦。也就我觉得然后他的那一阵子，我觉得对他打击蛮大的啦。然后这个婚姻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居然第一个是委屈，第二个是被突袭的愤怒嘛，而且是瞬间变成弯修郎。是啊，就是啊，不要想讲，譬如讲你的洗发精、你的生活用品，可能阮兜叫你来摕的时阵，拢用讯息传来传去呢，就是不见面不互动。对啊，到尾啊已经就是到安尼，已经冷战到一个程度啊嘛。嘿，尾啊当然尾啊上尾一定就结束啊。后来当然就分开了啦，好聚好散。我也这样劝他啦。我就说，那既然另一方都已经这么的无意要走下去了，你这样子维持，要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如果完全没有修复的可能，那你要不要往分开的那条路去想想看？后来就分了啦。那这首歌的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最后一次开庭结束，我们走出法院，我就载着他回到他工作室的路上，我就跟 Pia 说：“Pia，我们来写首歌来纪念一下你这段心情，好不好？”然后他就说：“渊哥好啊。”就这样，我们2个人都说好了。当然是我写的啦。我写了，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好啊，我们来做啊。”那我们来就是后来就是在车上就已经谈好，就是要写那样子的感觉，就是对于这些婚姻的一个委屈跟这个幻想的破灭了哈。然后其实歌里面的角色，我那时候就跟他讨论说，那我要当什么角色？他说那个渊哥你就当我的律师啊，你就是那个帮我处理的事情的大哥哥啊。我呢就真的是我啊，就是那个被人家就是被弃离婚誓言，然后想要结束婚姻的那个被分手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所以就我们的角色跟现实生活是一样的啦。这首歌是这样来的。这歌我自己有蛮喜欢的，有点小偏爱。是吗？对，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很有趣啦。我有立马耳朵就被抓住，竖起来，对，然后手就不动了这样子。是。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有点小敏感因为我无心插柳，我今天问了2个故事都很特别。我跟大家问那个发条嘛，然后我又对于这一首对唱歌有充满了疑惑。然后被我一问又问中了，我觉得我有点小敏感。对，其实你真的很敏感，这个歌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啦。但是我们写歌只是为了抒发心情，并不是要骂人啊。所以我懂。假设被那个男生听到了，也请你要赶快释怀啦。毕竟事情结束了嘛。反正只是写歌做一个纪念嘛，你嘛免想伤济。你想你要过嘛，过袂行就写歌尔嘛，无法度。而且这一张专辑，听完了大家就听了这几首歌啊，你就开始当了解那个苏明渊你讲的这个代志，那个心内有空到底什么代志吼？
心内乌康，乌康啦，还心内乌，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大家就开始你更容易理解，有无？其实拢有一个乌康，是。哦，有人较深，有人较无遐尼深，啊，有人较大康，有人较无遐尼大康。是啊，啊，伫个迄个四下无人的时阵，牙签啉症的时阵，其实迄个康拢会很足明显的吼。对。啊，我著搁想着，我专辑规张听了的时候，啉最后一杯茶的时候，我著搁想着较细汉啊。你听迄个五月天广告的时阵，伊的一个开场白，就是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欲坚强。他永远会讲这两句话吼。啊，我听完专辑，我又有这种感觉了，就是都要讲的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欲坚强。对，大家要加油。对，听完就是觉得要加油。对。然后我这个鼓吹中年朋友们来听，你也刚好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谢谢。而且这些曲风、这些音乐啊，就是5、6年级生心里很多的那个记忆的形象在里面。对，很多的记忆形象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大家如果你喜欢苏明渊的专辑啊，各大数位平台还有实体，你都可以珍藏得到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很有 feel， 麦拢要找一首歌啦吼，你很有 feel， 你可以上他的粉丝页，你就是打苏明渊。嘿啦，迄不是我接触所案件的所在，迄是交流音乐的所在。对，然后大家可以去跟他回馈你听他的音乐的感觉。我觉得这对音乐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咱来感谢 Pia 愿意提供他的故事，让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对唱歌曲。对，很感谢他。所以我在最后我想讲，咱就来听你跟 Pia 对唱的这个歌，敢好？好啊，阮无心肝为你孤单。阮无心肝为你孤单吼。对。这个很鼓励人呢。对啊，最后一刻安尼，好啊，刷，阮无心肝为你孤单。系啊，应该要这样想。家己的代志较重要，人嘛要继续生活落去嘛，莫去为着这个代志，继续挣扎啊，继续伤心嘛咯。没错。然后我要祝福你的音乐，让更多人得到共鸣。谢谢你，谢谢。还有看能不能得到金曲奖。顶个感谢你牛蛙。没有你，我机会比较高一点啦。卖啊你，顶个感谢你他们消防启动牛蛙。谢谢啊！我们耳朵带我去旅行，在最后就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再一次谢谢律师歌手苏明渊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君姐，谢谢。